啊，你好，老伯伯，啥子吃啊？今朝夜头也有空啦。哎呦，我今朝夜头带鱼5包鱼翅了，晓得伐？啥吃啊？哦哟，我本来想请你去大家去呀，不是忙的嘞。哎呀，大家嘛我有空啊，大家有空啊，真的。我个大家我也去个呀。那么等些呢，请你切好糕，你边吃边来。啊，可以啊，晓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谁了？啊，去嘛的啊，谁回来，爸爸？啊，哎，面，王老师瓜生哥啊，哦，嘿王老嘿师来着，来，爸爸来你好。着，那一边电视都不错，我关了。那边我那个吃过2道了，味道确实不错的。来啊现在地位档都来吃的。哦，啊，这大家长方给下了，防水，实在好看的与内之物亲近啊，唱开都不吃啊。 Let's get it. Hop off a 16 passenger. This a G5, no, this not a challenger. Big one. I keep some members with me in the fridge. Get coat seats, they some cannibals. Eaters. 就这家可以说是我私人收藏的宝藏火锅店了，因为我从23年就开始吃，味道真的蛮不错的，日系的不得了呀。老宝贝，地位帮你点个呢，抹茶一翻炸，你上块。哦，感觉很外杂。哎，你个特色，哎，你上块。领馆我来上了啊。哎，好嘞，清清爽爽哎，的，俺是没清爽啊。吃来清爽外杂。哎，王老师啊，那个店里向一只牛啊，那口细细的啦，哎，那口回来甜了，那口。是个那个呢，比我细些吧。哎，种是一个伊萨的。哎，意思个，那口呢，为了甜了，领的啦，那个。啊，牛啊，哦，这牛我保不起。哎，哦哟，这上次一只牛下来。 CC 肯定还吃的。嫩得不得了。哦，谢谢 bro。这边的这个牛蛙非常重磅，非常好吃，一定要点。嫩得不得了，而且一定要烫辣锅，香香的了。啊，形容块麻豆。香香的，嫩，是一个。再拍一拍，然后好吃。这边的酥肉也非常推荐，必点，真的非常好吃，香的不得了，马达命。谢谢宋小姐，是红牛铃，烧啊，谢蛋仔。香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第一个甜品啊，黄瓜糯米冰酱，你上块。哎，味道不错的，你上块。哎，这，这个啊，应该你像王虎，是个王姑那个王姑，清爽。经常啊，今天第一位帮来吧，我第一个重庆辣，我试炼一下自己。蛮多不是好吃。哦，这个辣呀，辣锅啊，哎呦香啊，越辣越想吃。就如果你们喜欢吃辣火锅的话，他家你一定要选重庆辣，虽然很辣，但真的非常香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很怕吃辣的话，这边的番茄锅也不错的，酸酸甜甜。有点甜味啊。哎，这番茄不错的。这个够甜美下个。那宝宝今天吃得开心？开心的，今朝一点产品特别灵。啊这个。等就有了嘛。哎，告诉一个老板，你多去吃啊！我上个厕所去，我吃到了有点胀个东西。哦，今天的火锅吃得乐死人。那就大家吃啊，来宝宝请客。呀，你呢？老宝啊，国庆哥。呀，这大家嘛，那这你呢？